台北市府最近讲因为有议员一直偷资料，公务员这个压力伤过大，未少人来离职。台北市长张万安就讲话讲议员偷资料，作业的时程是以3天做原则，若是讲较复杂来处理，会当延长到1礼拜。即马台北市府安尼讲，另也就质疑讲市府甲离职的责任是替予议员来承担。关于所知就3天回复为原则有需要就是1周。现两位公务员大家拍破欢迎，台北市长张万安则被参加表扬优秀青年公务员。伫致辞时阵讲到，议员所做资料上紧3天来回复，若是有特殊的需求，是当延长到1礼拜，减轻同仁的负担。因为台北市政府这群团工有真侪局处公务员，和议员大量所做资料，量大家挡袂牢，甚至有人想要离职。我立场很清楚，问题不在所知，而在短时间限期的大量所知。不要伤害基层的公务员，只要合法合理之下，我一定力挺基层的公务人员。根据了解，财政局长伫咧市政会议当面向张万安请命，讲因为议员所做资料被压力，伫最近1个月内已经有3位高长级的公务员离职，2个月内总共有9位基层公务员也想要离职。真侪局处也表达拄到同款的问题，希望议员伫咧所做资料时阵，应该予因合理的宽限期。另外，议员是质疑市政府拢甲离职的问题怪伫咧议员的身躯顶。部分议题是有时效性跟及时性的，要求要当天回复，不是常态，而是偶发事件。还想要把这个锅甩到议员的身上，为议员所知扣上让基层员工离职的大帽子。的确，有些人把所知当成一种报复，或是这样子一个霸凌政府的一个手段，这样子一个不正当利用，其实是我们都应该避免的。过去因为担任过台北市政府的副发言人，理解公务人员在内部运作的时候整理所知，确实是需要时间。不过这都仰赖于府会联络员的事前沟通。张万安也伫市政会议裁示，关于议会所做资料作业的时程，以3天回复为原则。若是拄到爱较长的作业时间，或者是特殊的案件，会当延长到7天，或者是另案协调方式来处理。同时，请府会总联络人甲议会说明，公布做到所做资料甲相关议员所做资料的流程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